捏耳片一立存落意偷强命，一日落意一日强。12立存今日落意，以后嘅天时就会变化当多。上时落意，上时好天，规则春天一水当酒，次次都强命张卡好天。立春落意偷强命，一日落意一日强。12立春一日落意，以后嘅天时都会变化改多。有时落雨，有时好天，规则春天雨水改足，次次都强命，能过好天。2正月雷显明，45日暗天庭。12正月石头响雷公，给皇后给半年内，虽然无讲日日落雨，但是大部分也是满天暗洞洞。雨水当酒，正月雷显明，45日暗天庭。12正月石头响雷公，给皇后嘅半个月内，虽然无讲日日落雨，但是大部分也是满天暗洞洞，雨水改足。3抢命前好思田，抢命后好中头。12鼓励大家爱掌握时节，把握机会。就像耕田人伫抢命前一天爱将田施好，抢命后就爱种头诶。时节一过，秋汪洋思田难转强嘞。4抢命强，5上高平，抢命易，5差下死。12抢命年那是好天，也一年一天雨水当酒，还可能做水灾。抢命是讲落雨，就可能会做天旱，也是利用抢命嘅天时，就做得一切归年嘅气象。抢命强，5上高平，抢命易，5差下死。12抢命年是讲好天，也一年一天雨水改足，还可能做水灾。抢命是讲落雨，有可能会做天旱，也是利用抢命的天时，都做得一切归年的气象。夏至无雨三伏热，春天三冬多雨雪。12假使夏至今日太好天，次次到立秋前嘅初伏、中伏、末伏，也三伏期间内会当热，同时表示冬夏头多霜雪，有利工作。夏至无雨三伏热，春天三冬多雨雪。12假使夏至今日太好天，一切到立秋前嘅初伏、中伏、末伏，也三伏期间内会改热，同时表示冬夏头多霜雪，有利工作。6云炸中秋热，水打燃烧灯。12在半夜半暗部，那是乌云炸热，天一年嘅正月半，可能就会落太水；喺无云炸热，就会好天。原来半夜半老燃烧节系好朋友呢。云炸中秋日，水打燃烧灯。12睇半夜半暗部，系准讲乌云炸热，天一年嘅正月半，可能就会落太雨；喺无云炸热，就会好天。原来半夜半同燃烧节系好朋友呢。7冬至菜热头，毛皮唔是烧。冬至热冻昂，霜雪两头讲。冬至菜热米，买牛来买皮。12冬至那是在11月初，寒天就会当烧暖；假使在11月中，就会落霜落雪当冷。系讲菜热米，就会冷到买牛来买皮咧。冬至菜热头，毛皮唔是烧。冬至热中阳，
上寫兩條講，冬至在一米，買牛來買皮。12冬至係講睇11月初，寒天都會過受暖。假使睇11月中，就會落霜落雪過冷。係講睇一米，都會冷到買牛來買皮咧。8雷打洞，10個牛欄9個孔。12也係利用冬夏頭嘅雷公來預測一年嘅吉凶。意思係講，假使12月響雷公，明年就可能有傳染病、天旱、做太歲等等唔好嘅事情來發生。雷打洞，10個牛欄9個孔。12也係利用冬夏頭嘅雷公來預測一年嘅吉凶。意思係講，假使12月響雷公，明年就可能有傳染病、天旱、做太歲等等唔好嘅事情來發生。9歲打5更頭，行人唔死受。12啲早晨頭3點到5點嘅下係落太雨，天光後愛出門嘅人，就唔是受濕答答嘅唔方便，因為一天會好天，也同歲打黃昏術，少咗可愛出嘅情形共樣。10風蘭東，無水也無風，風蘭西，歲打鼻。12天公那係出現在東邊，就唔會起風落雨，唔會有災害。天公那係出現在西邊，就會做太歲，可能會流鼻涕沙打提起。風蘭東，無水也無風，風蘭西，歲打鼻。12天公係講出現喺東邊，都唔會起風落雨，唔會有災害。天公係講出現喺西邊，都會做太歲，可能會同鼻涕沙打起去。11陽陽石子長江水，只想陽陽擔杆長。12陽陽石子像長江水咁樣，永久也唔會停留。但係只會想到野外嘅世界，就像一支擔杆，或者一陣風咁樣，一海天天。12單順防春天，留本子孫講。12人生嘅理想唔但將功名富貴天天，更加要緊嘅係愛留起一片善心福地，修身準則。俗話講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，一代一代傳下去。